各位呢個條線路犀利啦，只需要299東莞2日食一日，食翻我哋嘅位上鮑汁花菇扣綠豆鮮包，加埋傳統嘅鐵鑊撈鵝，仲有我哋位上菜蛋瑤柱花膠燉雞，加埋慈眉大嶺山跟蹤罩燒鵝。成片呢，我哋進行睇啦。行程當中，我哋入住2026年3月先全新開業嘅東莞松山湖朗晴匯酒店。呢間酒店房間乾淨又企理，優雅得嚟又唔失格調。酒店仲有戶外花園泳池、健身房，重頭戲嚟啦！晚上酒店安排咗鮑汁花菇扣綠豆鮮包，每人位上鮑汁濃稠掛滿晒啲花菇，彈牙爽口。仲有鐵鑊碌鵝添，皮爽肉嫩，連骨頭都入晒味啊！仲有其他菜品都非常值得推介嘅。到咗夜晚，酒店仲貼身安排咗熱辣辣嘅燒鵝瀨粉，真係暖胃又暖心。到咗第二日，食完酒店自助早餐，11點半退房之後，到咗我哋心心念念嘅中午時間。午餐安排咗1人1位菜蛋瑤柱花膠燉雞，仲有酒店精心製作嘅燕窩蛋撻，真係金黃酥皮，搭配咗慈眉大嶺山跟蹤罩燒鵝，皮脆肉嫩，油香滿口。本次午餐嘅菜品都係非常之豐盛。啲朋友仔食完之後都讚不絕口喎。食完之後呢，我哋會嚟到深圳觀瀾湖去，結束之後我哋就會返回關口啦。呢個東莞2日嘅團費僅需299。如果你哋都對呢條行程感興趣嘅話，可以撥打電話熱線或者到港島旅遊香港各大門市報名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